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13回抢救金宝，由苏四音、姜文兰演唱。今朝你陶先生身体不大好，那么喊我们来理我去。那么我门里嘛是以前让京都娘娘也抢救三娘娘，别大妹子们到楼外来不行。那么京都娘娘晓得妹子属于男，应当要去救。把方来一商量，想出来一条妙计。好，方来非得称得武王，外加是京都娘娘的军师，武陵。那么像救人是救后发兵荣光，为啥被他跑的救？对的。是怎么样？飞去为福。是奴谁在手的？我的娘娘来是原来个，有你讲，为的一张，别他忙着熬的子。但是个方来郎送出来，弟弟，想送弟弟。我跟你没送我吧？哎呀，个哪来是你？别他叫妹是啥？武王哎，我是啥？武帝、武辉、武哥哥，我那送我没是看到。老姑娘，我哪看到你？送大家听，送大家听。哎呀，你不够实在。大家听了是老人话，是别的妹子那边弄出那当中我真的送来啊！我不是送来的。根本不去给，道理送的不是送我。那么方姑娘来做啥家？了解的今朝就三娘娘的事体，想七巧板上搭好。现在你回到兵科府为海那种几桩事体？啥事体来冲我还多啊？第一桩，你马上到很多董娘娘宣布闭关家里，很多董娘娘到了他们里飞一个木头人。说了家？非真多了他拟定啊。那哈昨日子都样子出个事体，5月初6，京都娘娘已经来了。对的。晓得很多是这帮姊妹相路讲，非要上坡很多董娘娘计划个制度。这个来很多董娘娘来他们里飞一个木头人，还刚刚来他个儿。对，那么第一章。第二章。哈。假使我三娘娘就在楼外，你个儿子金宝哥哥成于了不安。身份两地，三娘娘妹妹家还要遇上。所以我金宝哥哥还要弄到你楼外了。还要来个？难怪叫拿生生。小爸爸拿预作。马在师徒拿生生起步都3口子3个班。等下你同娘娘家知道，喊拿生生出来见娘娘是讲，从此你娘娘家知道楼外来对不是真的。2张。第3章。来现在君子三娘娘啥人来救？啥人来？我没呀。哎呦，别大家这个灵感，哇，这是你们说叫5句文。哎呀，大姑娘没来是最好是你做啊。这个是干。我来起来还是去进到玉门来。玉门。那么你不兵口府然后我不做谁？那么玉门进来是罗里里的3房我不认得。那么别弄得是2房里去，反而要吃口头。定下那让几凤里浪向，对个小伙不懂。我都没完。没了。我认出来。你不晓得？是啊。别得白我，跟哪这样说的？你听你一张一张，自己干部把我脚听上，实际上把后当了牛三发林不老的白我。跟方姑娘你多少听我要气贼？不容易的呀。我说没什么呀。别得一个霹雳围住不安兵口，我们离不去玉门追地门，夜夜静静在东方旁听。是董娘娘现在10个房子都10个房子有京东娘娘马上水来。好，生日董娘做你的拿3妹子性命于救。哎呦，我规则我在葡萄他们一起摆个木头人，大家也刚刚葡萄他的你。大字必然河流10大葡萄厂房听浪，来他怎么还浪？
来他一口大心无来，这个心没真正好心。说日子都一样的，再往里提身方治不通，这个事体里并且的。可是我等你送定子，哈哈讲讲的不里听听来想啊气。来让等你上来嘛，等娘娘上来。不报，谁不急不报？大意在一万听肉，都是不报。等娘娘唱，身体生病，不想。说起，今冬娘娘反正我背摩对人，摩对人不能开口，不开口摩对人。今日个什么叫西丁发动？京东娘娘还那白木头人吧，那打葡萄糖，普通的我还可以，葡萄糖身体也好，这两年也吃多了啊。那你觉得西方那个是几飞啊几稀罕？哦哟，你们说的一点一瓦长怎么自备样香？那海的木头人你说的不像？来他也好了，哎呀，难干呀！他怎么醒过来这样木头人那个？来得背自己，来他乡门东兴无来不及，杀起们外头京东娘娘轿子一进的，那么必然一张书去走头。第一章本大三王李家中金八国拿生生，这个拿这个走三娘娘有句京东娘娘马上的拿生生开始。金八国拿语中嘛，在西部自家几乎都三公子大好个包。等京东娘娘家子大，根本牛啊去对对，必然两张武器走。第三章到玉门去，三车白龙的当娘里让登方来，要指引方来到三王里去。三章走，必然今朝听口的。上了方来口，必然追随了家庭，让规家家辈做下山，我董娘娘董家子跳来。假扮做今朝身上像这样我好新的啊一样嘛，董娘娘来得出去总归懂去，有什么？大家子出来回人在他身上像新的一样嘛哟。方来说你的今朝你娘娘去救三娘，来日讲宾客户来他见你娘娘有点什么个？上个代你们救你娘娘金光把他打澳门当进宾客，逼迫打。那么今朝包包我用的，我对不打。马上我今干的是牛鸡我人统统集中到家庭上来，然后给，都要给像一毛都一毛，生配的要5个人的，哎呀给几伙，给40不个。今朝么神仙去包包我用的，好好来他们。那么所以方来到里向请娘娘上去，娘娘什么玩意去无体的衣裳，这样子。旧人是旧红，不是听来吃西最没味道，还在地方简直是的。那么娘娘在身当熬的家庭上来，或是东西是什么大家的？湖水别个好上，也不里我好，我也不里上好，叫自杀精神吃两门的高老八子。啊！哇！对可，是啊，不过对我你是个地律，你是个教育，娘娘到高浪江叫是雷锋的，这种人嘿。哎，你娘看，董娘娘家出来的，董娘娘家出来的，你叫什么？金刚的这种脚背才是杀上臭臭的。那口里听脚子把那几个人上身也不口气的动，还是我身，好过。受得夸的是金东娘娘为让一定的，为让泡湖水杯，亏是发。什么京东娘娘的语音达不到你的脾气两样嘛，所以两样那种难回。你往往从这种他们拿们出来送家子的定要求什么都问，你家子问题没得必要求不问。那么比方像个娘子的地盘来一张，那么地盘来你们放点鲜吃，等着一起在脑袋来看，是要问。京东娘娘两样，再夸，这问题到么低，你夸，低得不要紧。你路上想打他稳顿在说他是狗在外州来从容于上，
你也没滚中央的乒乓的，往哪些谈？但是京东娘娘比起来，真正一些就宾客府门口的，到教父当初，实在不过内地我人觉得娘娘嘞，为啥要讲？他到宾客府门口的，各种龙啊鱼个在到了青龙过了，鱼个抬了保护过了，一口门马给那个老爸爸了啦，哎呀！可能老爸爸想科技怎么问爱人啊？我不是人啊！你要收人噶？咦，是干一把年纪我也不收人了。少天，娘娘的，这倒是宾客府老爸爸后头，啥个娘娘的？王玉娘娘嘛还是娘娘？你开店嘛还是开店娘娘？你多少个娘娘？能啊，真啊，哦哟，好些娘娘嘞！哦，这个娘娘这，就你今晚把他当成一套，啥里来了？哎呦，这都没来，后来不生了。老爸爸但是马上面孔两样。哦，这个。啊，走。哦，中间这家知道为什么呀？兵上都来套套，是你娘娘的；官长都来套套，说来开始专门认得你娘娘。哦，我也关键了这个。快点！是这吧，写着。儿子啊，姑娘，你什么路啊？要是叫哪个补个？我不能好混这个的。快点！对，他这个的，往底下奔去。老爸爸奔这一步，经济门口的警报关了多少天？走不走来一口门，下不落。上天嘛，这口地头牛逼我人，门手把他正门一开嘛，自然会定价，进来。而且老爸爸说：“你的你多个种看人是你口门用不着的。”晓得自然后个脾气，当，奔到房厅了，兵来吵，当一当兵了，他，那，这些人光了，他随时也门东西无难来，自家矛盾人哪不想？刚正也门，门上来。门上后日，这个老太太不看这路啊，京东娘娘的。好，老太太听见京东娘娘的，要好一个事业的，哎呦，要死光！你到后面死了回来说，啊！哎呀呀，二位说你是这样子，是要往你出毛病。今朝5冲落给他吃了回来讲高去，不。搿到吃老虎说日子出个事体，你晓得等不这样话？谁手晓得以下一定有人不行，啥人不行？啥人？哎呦，老太太在东兴路口南记这个新闻，我有你都去报纸来香炉讲，来哈。牛是的，想不想我们你来摆摩托人？我那时候刚才听过你。我有同心无害人的，你松岗在一站就站得去，我觉得轻松都没一句，同心吧？京东娘娘来是触摸难去这个新娘，可是不干的。他说同心我面孔长得血红了，水浪的后嘛烫的，面头一个出来，老太太面孔大一点的笑，大意在。你要门，个口门老爸爸去上。对了，他说你看今天说个我要大一岁了，女一岁，一个京东在那个脾气，你不是不晓得。你每个对个金板，把他大概就夸顶呀。好，我也对过，就你听到了，把你当成一套的吧。我老姑看一把松松，把你被他10条不跟的啦。妻子们快是我开着门出的，那他开这门你就自个开。哎，你还是再吃鸡吧。哎呀，大意再去啊！那么大致都是因为中我的阿妈娘一生。老太太大家听不这口气，死了后顶家子就顶浪，耶，啥地顶浪不出来啊？坐那里想，急着京东娘娘真还不是做，你到底好事情。
喊你个李九子给那九天龙经理经不久把那个轰轰的，哎呀，真正是炸！啥地方有进出来恶律分道，像你娘娘个种身高，你也吃呀，非要有恶律菜的，怎么真拼？家门里其他湖水被挪他，在雨街旁一趴，家子一踩走，地基家刚打地，你家的人一脸恶律一踩，轻咚咚吃呀，不要恶律菜，你不的你拿出来。你家门里其他湖水被挪他，谁说那家子当冲？不两枪的那给画出来的，那两枪。身高的娘娘个翁的，来他一个，哎呦，小弟啊，你这在上海有毛头有吗？小弟啊，当个吧，现在到自然分到我的，不要再提下上几步讲，提下过来家门里去的，脚背吹疼，在雨基本一啪，地一踩走，一踩，都你娘可是呀，是准父连那么动手吃见。你吃家们了，他一口，哎呦，他知道来了。今这里来烧个武器，我吃地不上。做鸟，你空让你来吃做些的，几日些不吃了，几里破，打狗来。哎呀呀，鬼体精啊，对了，老身提起鬼体精的来，这类来是违法不是。怎么哪里的话嘞？身在此后来不能吃盐，不当啊，不当。鬼体精请，不能请。哎，鬼体精时刻应当细听。不能自家累当细听。啊，来，他讲爱不爱？大事体不会有的。啥地方今朝到自然湖长辈大个小辈里分得蛮清了，不为啥东西。须知么老身预知了。哪里话嘞？来，他不客气，这冲，一个字马走谁的谁去。金龙娘娘跟了背，科技的话叫生日大娘，建议他留来北京之生日大娘，跟了这个谁？大娘娘北京金东娘娘。跟了一起，娘娘有道理个。一年后，阿娇，买草别单来送进见我来举三妹子。阿瓜，你咋动我？阿瓜，大娘娘在一起还有道理。难怪这别单不行，不他们的这个母女人，我一上去要分开笑。但是你这一想一起谁有我？追个老太太地头上追不追？你不晓得。嘿，那边苦你们不晓得。老太太一道追一道动脑筋，这头名死了好像叫你上个路的，后天嘛他吃你不散。那么你真正努力个身体把它上，你真问你金东娘娘客气个，看女听。那么现在到头名死了来屁股，你经过做老好就那样子。啊，第三方里的事情不理晓得你讲高去，你都去跑地面。但我房听了不能去，我房听天天你想人再往里的房间里个硬币高上再满了，你可见是一闷的。这个，今朝我们窝里把那东听了，啥鸡把那东听了嘛？东听了像楼底有人些叮叮吃吃，娘里受不了嘛，滚都娘个红的。但，那他最大东听了嘛，两个家里的。鬼体精，青龙。哎，啊，人家弄不懂。你这本里面看女士官，他起一个难得来的，至少要帮听老总。什么叫我都听老总，我是女开。哦，明白。哪里个他不在去哪里玩？我两个都听了人都有3日，做不来的，那么还追，你还不自己？怎么这样别去的？真这别是都听了，哪怕走山河啊等了，我也走不来。为自己三妹子，你不带你管。
娘娘一对有点后头。是干。大医在一听都了，都提包包，在家里身体当的么恶的，也经肃然相面。金龙娘娘今这个后期已经熬出来呀，放来规章常常去客气，从20做先辈的规矩也在搞。啊，怎么？贵体检。一向真，哎。一向真没有意思。今朝不知那奶奶子在想，他觉着有点不了的这头顶子，都是贵体检哈。啊，大姐。有意呢。一向好哇。一美哈。大家好。那他到时候你的两个弟来偷偷，今朝你到底来啥事体？贵体检。今日可是夫上为夫。娘娘讲那个句话，门别人来不懂，门我懂。啥个意思嘛？因为我娘家让生当我，夫家让女的，夫家带娘家，娘家带夫家，该到公儿必争之路，这样龙沟。那个意思让偷我问，这个还是龙沟了，还是地位来？这是龙沟难不进，地位来没有好，上铺为什么都顶不住？怎么来着？当那讲，今朝我地位来，20不离听我，说怎么的防备关，放来关键我常常去对娘娘的事体一口不提，这是人家鸡出动真机。你娘娘放心，你有说防备这些一下东西，娘娘说得来这个啥？你的一句没。想到心啊，什么？贵体检。人家一搞不得去一搞呀，女人不争气，这妻子乖乖我这样一搞动人搞，我一个人在浪天呀，怎么？那么天下是高在的姚娘在海问，现在我们一起在为都娘讲，哎呦，说你身上为个龙头是生的嘞。哦。你老归家，把龙追开。这问题了，哪个做姚娘讲，应当都是你不。那么实在南岸的事体都不个东方了啦，这个我今朝背也做。那么娘家为主，刚刚给他路过，路过嘛也来忙忙的。公子登大，来看金龙门。那与公门不是之类。哦，哎呀，规矩。那与公门不是之意，那他在你妈妈内活走了，经过公门不是，甚至王八蛋被那错的，那最好的，都是怪体检。啊是，那么现在妈妈内里，
我不知道怎么主要是上流分帮的呀。忙忙呢，我搞违章事体了呀！几年子，这些辰光支付命令的呀，像做来面上面都要封口进去了呀。对不起嘛，妻儿，今把他口病能妻儿真把口喊。哦，不由了，他挺几开心。哎，这样以后一个人的心境到底有关系。男人发了话里那口讲出来闲话语无伦次，但是呀，前几个几年子金发姑姑，嘿，弄个三房里会得忘记他。不晓得了，他李金这三房里这位发地后记这位位至三房里来，那哪晓得？对，金发姑姑我的身子的确。是一个经验，养做来没事送过来不是口袋日本口进去，那么记住那样口经验子嘛，我关在脑身上摆出来，娘那口子口嘛，不那个后来拉的，天下是太太，明时嘛，大力金把谁来救我？真太太吩咐啊！关在那啊，等些见京东娘娘要叫几娘个。哎，那边讲阿弟了，要请你广告。现在，那么也请在三房里。喂，大先生。呀，天下没事啊？在，我再来这个看您的。说你家。京东娘娘。我们不在是的，我是我让等京东。我来个咋？哎，再来到会再去见你。有什么事？因为金巴姑姑是来见你子呀。哦。可是就大金呀。晓得咋？谁来啊？你谁谁来啊？提将外父来，他是哪身是马上就来。你还刚正嘴，哪身是跟家逼过来的？一个把打出来，男儿金家里松人水府，香得巴啦啦，哪是男儿几对对石头香？不晓得最大动听平门背，哎呀，家的，我是干哪去？我是刚出去进来，他来他们，老身上穿昂肉啊，不管，少听我这个班，一个头名不难了。老先生终于的定下个巴士也出当出头里，哎，看见那个同门阿伯，第三次头上手动一种强调向外头去骂门子，根本这个巴脱离了。阿伯哥啊，哦，老先生，出去骂门子吗？哎，是吧？他来找事体。小天，那这个班呢？他来打出去个班，家庭上金家里那个结拜啊。那个么是，该不金家里结拜啊？那东乡一层狼人呀，啥么子嘞？我这等楼盖做两间都塞了一双孩子呀。哦。在这里啊。那是不是？哎。我们从来做啥子不肯过来。那那边也是在哟。那到出去走。在这里啊啊，媳妇。林子个搬出来，臭狗都听么忙进外去。我们来到他口气过来，那么俺们这弄问，那么身家里头丢人多。可是第二年呢，小纪律才是自家的，大纪律衣裳才拿出去一般，来他机会分什么？非但阿不带钱，听俺不带想的。军家里个结拜，他是个跟人顶上介绍。拿门个板子，你个外开关，那么讲的要是的。金家里两结拜出来，辰光放来打个出的，等下有一个女人，一张手里把线弄，一张手里拎个包。这单男啊，重重遇上，两家别讲等。现在一看女人不些，奴不与包得来这个字，慢慢看，慢慢看。喂，也许你像个八字金八股脑手身干。咦，他不是个让人不死给，那些。是管。拿得来。没。晓得啊？那先生关键我该不进家里结拜。两眼睛黑出的。
来看啊，一样嘛，你们就是金家里家，别莫过来。这是东家接东家破来，你有人接有人还有点伤感。没，莫过来，没的呢。哪了？那身上关在该不动下。东下。那么别的罗里的是东下。我啊。哦。哎，我们就是东下嘛，你挪过来呢。没的呢。哪了？那东下嘛，你想我少拿红。那么是，这边像老先生想我少拿红，我哪去？东下要你挪过来呢。然后是一个。东下嘛，这个就是东下呀。那大伙都遇不起你。是人家东下，你的陈老人挪过来呢。啊，不离十分这个样，像你陈老中国东下，这边哪东下？那。挪过来，哎。那么阿爸，你分龙凭什么？那妹妹说还该不离点点。金家的绝非硬的，这是一个班，该到两个里面都定，谁得住心肝路啊，经不得了。所以你每年新年你出去马门去。假扮拿个帮忙从假东地上一塞，那么等啊，等于一个女人摆个电脑，啪，这张脑啊松松欲上，哪里都等，等上你们等哪身上？那现在个哪身上一个包车当水里从光的电脑都定打出去，打大等听浪哟，你看你这不是？眼睛金巴姑姑发个水里，我的水里一说，打过来几个来他上来见京东娘娘。京东娘娘送君临旗下，吃了后，打上来见你的后事事。呀，东娘娘上的，这不管哪身身，就是东娘娘看得一清二白。好，是马罢了，沙尘雨上。小娘娘，一起来，我对心里想我金发姑姑发大心。那么今日子也见金娘。这线路在金家去100年也不动，在同人上这么好的。哎呀，金娘啊上的，今年之间是金娘看到有个挺儿子，两爷你视频在俺那里说两个。是哪个？呀，金娘爸爸们一张一动回答开头。金发呼吸在是，金龙娘娘自告不线路呼吸，谁把混长也狠，不晓得在线路身上一口没心里难过。为什么金发姑姑打个狠了？娘娘，为把小孩的，他非吃娘胎出现来。那边是同人倒下来为下来，线路倒下来，你不懂的。你本晓得是这个啥？做娘娘要不个，那家是尊敬我了啦。这俺那个电脑，宾客府中门禁，第4遍，真正赤红发了个方口，那可以原谅。孔娘娘浑身走火，说绿的地准贼。为妻子，你都要我了啦！你说娘不为是欲望不为这个种口的，我用不着穷穷中过得来，心里难过，走的眼口阴阴。不晓得个金发姑姑在个动，晓得现在几娘老板我但是两只眼睛不当在几娘口。今年如今娘，我的娘回了房间里，我杀他欲望。你几娘来金家随便还要住，讲到娘有4块，这是要哭着，一张皮皮的皮。他们小嘴拿来皮两皮，但是哭着，哇，金家的金白姑姑是哭得了喉咙有点饿了，哇，这个哭里向有闲话了。哇，有王个，哇，今年你要举个哇，是的，我的娘亲有缺的，
娘娘在说的可怜，我后来来中家，现在娘去冤枉眼我去啊，更来放心。今朝为子君都娘了来个呀，这个方来快讲，一句三娘娘点头点出发的弄了，非是三妹新婚两子也不上。那么现在上子我们少客气，这个点头点娘哭，介绍当书教，我弄得看上的手上，是麻烦。呀，这搬过来吧。那么少客气，你往哪走？啊，怎么？为子君。实在一起怒，你们不落浪，不找你们婆婆难嘛？可天奴来这个孩子，娘个再走去不行了，你哎。谁不知了怎么大人一不一，一语不一。好，来太太对京东娘娘忙忙，那个人满门的就是为了。像旁上对上，我的自己乃不是不晓得。三个儿子三房兵务，东房里分两血，二房里劈来分出血。谁是三房里像这样一只昂啊？我这个身子在今朝只有100年啊！我难以起的，我难以临走去不想两个，而是我样子身子出来不难不想。他从女的那一点点不动，这个小奴是那个经验，可以拿出去，不动。那家是今朝冬天的女人，我击吹上去，这个小奴那个经验之外，是啊，哎呀，大主席不想两年了啊，不难嘛，那冬天的女人也帮忙，是的，谁人我去掉。都身家里3房辰光这样子昂了，我不出去再说小奴有点少，发个不你们给我带到不是的，徒弟啊，我今年我的是徒弟，头戴是我带得起来，那么呢，他到处你连个人动，所以的事实是我也不讲两人，哪不能说得起？为了呢，可是最上客气。哎呦，啥透明了，那么那你这还斗酒子这我今天送个呀？怪推荐。怎么？将生儿至今，送飞出宫大门。既然话男儿不几日嘛，在老身来收一个好事。啥么子啊？他都在哪里问？给个狠你了，今朝市场也不能改。放来归家里，也金包股在门外，那么你来娶三娘娘，他太背得起，不是都过来？哎，怎么？啊？老乡就是不认，说完是哈，谁是今日吧？好不等来答应了不答应，不走来带这个老先生，你嘛？你娘。包了金包股股，打开了你吗？走两弄的钱儿，哎，我那个去吧。你是头也去个哪？在里妈妈不回来是一个半斤出去的，哪路做定走啊？哎呀，对呀，今年快讲呢，今年我就去数出2年贼，玲珑上，这是个老先生要拎出去。来，他带老先生个什么了？哎，老先生，我按答应了，我一般家来把出去，来已经拎出去了，我分答应了，绑着地上了，我从国上还身子太白得起了，还是说呢？是吗？是，与我包围来啊！我这个。吃你个饭嘛，听你个闲话呀！啊是，哎呀，家，哎呀，还不说的不放心来去，啊是啊，
根本是看斗地的去吧，斗地的去吧，就是去不太多的。人家干啥？我来他，我家里去，你家里为主了。在哪生是哥哥能用到几里不与我了你呀？是吗？是。这个去水比了。啊，是呀，现在去毛头还不起干啊是啦。哎呀，娃子，今天我天嘛自己去试个，我你去咋？你弄啥？这是爷领下去。那他哪么办法？在哪生生口口那饭吃我还我听你个啊！我为抓起来了，我今朝还不懂那个河塘之路的人，为够听我话了，放屁也不得敢放。我到底是凭口腹一家之计，来他的关户的，不怕后事不得口口，来并且等我的理，是吗？是。与我把外来当不起，原来他胖得才不得了，那么大声声我听不得，真叫这个得。哎呀，还不管好嘴，不说的no呀，是啦。哎呀，怎么真真，根本在看我，往事够听你过去吧，是啦。口头你过去吧，做娘娘、水娘娘拿龙帮你，带动娘娘口口，那是家的真叫去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金东娘娘在来趟妈妈，我说你怕袋子啊？我来那个他不怕袋子啊？我今朝来地方，我要是10口呢。今朝我怕不够，那么一个农历要变，还有10口。不来这里，风上能立起来，衣裳裤。一天，3-8分能给找谁生出来？是吗？是。大与你是公，听开了的吧？把脸金大姑姑，把开了的，都脸弄的家儿，哎，让为儿吃水，比615的11，换一句，对哪生生口口，奶奶哎呀围住来，来今朝再要围住来了。我是要听得吃耳光，老先生在这两高头口口，你都眼我心都还是个样子，是啥个名堂？老先生不够最大，为什么呢？他已经判个来子。这里想答应俺们眼睛上再来，他说拿龙饭，来他说拿龙饭，他许吃起拿龙饭，又说拿龙饭，真是我的。那么，到头面了，后脚再肚子起来了。那么讲吧，我就这个女人的怕老得不得了，里边东西老生生分挂到了我面孔上来照一起去，这是错没的。那么呢，你毛就包出去。啊，知道，还别再起身呐！给你起早，来弄啥？那么整个领子出几不定来，那么你领在我的就听了讲，这证明不光是阿婆不是个不少人的，那什么错误在哪弄法啊？阿郎口，阿郎门呀。你到在哪里啊？这杯口没有，一个女人，不要个电脑来着吧？你俺是金白过到身上。你是个那谁人呐？呀，你哪晓得家？那有家宝？我有啥个家宝家？也是哟。啊，还没真是。呀，你都说我在金家里加班了。你哪晓得？你到有家宝管？你就换你路得来说啥？那还也嘛。哦，是嘛嘞？哦，这谁呢？这谁呀？呀，考得来，猜得来。但是顶尖这种家子。老先生啊，这谁要有几载？101年。101年？哎，是呀。外港有的。刚是不外港官。
那么你哪些这里有什么戒指呢？哪里那喊可法嘛？我听得出的呀。哦。哎，搿来么是一件灵鬼。可身听得这个。是呀。我带几个灵门。真假？就是哭不中的娃娃我哭了。哎呀，是呀。那我不想听，那呀，戒指里头是哭的。对呀，衣服够讲。哎，怪你娘娘也不来了。啊。哎呀，那什么哭？我不想听吗？哎，那个。那深深对着眼睛啥啥引入个透明板呢？哎，你只花花拿戒东里。哦，拿戒东里能听出的。那深深来或是从厨师上大戒指里，扎根戒东里，砰一推，哦，白了浪。人把在那里那么多人热爱去对对。这北大的湖水在过海上江流海，我家们里上哈。阿飞啊。阿嫂。啥姐？阿姐。是。哎，嘿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老师下。哪个？在这样有几号？你讲了？当年是口才100年呀。咁哪他中个人？因为一个我了哈了呀。哦，我有个乐队嘞。我那个乐队是这种。阿是啊。阿飞啊。这人咋不可能？哎。哎，我应该听见哪说了？是啥？是三人手钱，只不可能。哎。两来动起来，背手过来是不见。哦。哎，这个电脑来可以的，来可，一点也不可能。阿飞呀。啊。你哪不想？是的。你在手头讲的了。不是啊。现在你把它记高了。这个戒指。你俩只交1分钟。哦。一家是监听了一个屁队一车外内课。我不相信。40个呢？40个呢？40个呢？是。你要不啦监听了对出。阿夸。不可。不可。不可玩。阿是啊。阿飞啊。再不可呢？阿是。哎。阿飞啊，你一份诚心嘞。啊。监听了你两只太一份发开嘞。夸是不夸起不开？那口你吃2门的高浪。高浪一个屁队一车外内课。啊来了。还有40个呢？40个呢？是啊。是啊。来。儿子。要是往这哪里去来？今家里48个电话人下，这个顶架子出来没要紧，我正门开是，顶架子出来了，一拿出来一道门。阿夸。阿夸。阿夸。不夸。不夸。绝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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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夸。顶架子进2门去，抠门了，不抠什么呀？说这绝对不过绝对细个怎么说的呀？哎呦，光这个脑筋是啥子俺不听的？不是姑姑说的下去啊！哎呦，不要你说我老套套些子不是对关。来到李江边老套套嘛，吃了2、3不是的，老套套是我晓得个呀。滚出去！老伯伯3路吃了跑腿，理下来几个人不分量，昨天我来冰箱来老套套。还晓得那时候是个顶架子，一到金家里那么放来第2批就没出来，要抢救3呀。